不知道要讲什么。然后我一直。其实这个就是我期待中浪漫的婚礼，然后我从来不知道我要怎么用，本来只是想很简单，我们想去公证，然后想去登记就好了，然后没想到我的好同事、好朋友帮我筹备了这么让我真的很感动，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婚礼。然后我们当初有说过我们的婚礼是不收礼金的，然后可是我又觉得说好像有人就觉得说，因为我以前投资的太多了，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应该我都包了不少这样子哈，然后后来有人觉得一定要坚持要包，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坚持不收礼金，可是我们又想要做一点好事，所以我就想有一天中午睡不着觉，然后就想到可以捐给奥比斯，我就问众说一个小朋友可以要多少钱这样，后来想说那我的愿望至少20个小朋友可以让他们协助他们重现光明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以前我有包给你，你现在不好意思要回你的哈，就全部捐献出来，我也1毛不会拿这样子啊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。